刚才啊，我看到皇上眼里含着泪水。说老实话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嗨，敖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啊？这关键时刻心不能软，心软会铸成大错。咱们是在为皇上尽忠，为大清尽力呀。对呀，郑王爷和索大人说的对呀，关键时刻，咱们议政会议要团结一致，绝不能眼看着皇上犯错，将大清的江山带入危险的境地呀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众爱妃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今日传你们来，是有个旨意要宣布。刘公才，奴才在。你来宣读朕的诏书吧。这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奴才恳请万岁爷先跟太后娘娘通个气再说吧。朕亲手递给你的诏书让你宣诏，看把你紧张的。难不成你想抗旨啊？奴才不敢。宣。这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查后宫妃位情形，决定册封德妃果真为兰贵妃，居景阳宫。臣妾叩谢皇上。叩谢皇上恩赐。册封你为兰贵妃，朕是跟皇后商议过的，皇后也是欣然同意的，因此你也应该叩谢皇后。是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恩泽。兰贵妃，快请起吧。谢娘娘。皇上恩册果真为兰贵妃，臣妾们也为果真高兴。只是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刘公公方才为何如此紧张啊？那是因为刘光才他还没有念完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继续。这德妃果真册封兰贵妃，德妃之位空出，朕决定册封董鄂氏为德妃，居钟粹宫，亲子。这件事，朕没同任何人商议过，因此众爱妃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。皇后也觉得很突然吧？皇上，臣妾只是为董姐姐高兴。董姐姐终于有了名分，可以住进宫里了。回皇上的话，这事情实在是有些突然。臣妾心想，皇额娘应该尚不知此事，所以有些惊慌。但是皇上册封董鄂氏一事，臣妾绝无异议。皇上，臣妾同德妃一样，真心为董鄂氏高兴。好啊，朕知道，今天啊，只有果真和童家氏是真正赞同朕的旨意的。
不过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了，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就去禀报皇后娘还有议政会议那帮大臣们。哦，对了，最好先去告诉议政大臣，让他们先炸了锅巴。这。各位王爷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皇上他是铁了心要一意孤行啊！皇上这么做，那是会毁了我大清王朝的。是啊，简亲王虽然还年轻，但他看问题还是很准的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皇上为何强立董小宛为妃啊？敖大人，您现在终于清醒明白了吧？皇上，他压根儿就没把我们议政会议放在眼里。皇上这是在公然的藐视、践踏我们议政会议的权威。郑王爷，我议政会议应派人觐见太后娘娘，和太后娘娘一起商议，如何应付皇上弄出的这个局面。好的，敖大人和索大人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本王提议，本王先与敖大人和索大人代表议政会议去向太后娘娘请懿旨。娘娘，皇上他为什么要如此冲动啊？为什么非要为了小婉的事搞得宫中大乱，凶险万端呢？董主子，皇上马上就过来了，您一定要冷静啊！英格尔，你叫我如何冷静？皇上，这是将自己架在了火炉上，放进了油锅里啊！请坐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臣刚才听刘公公说，太后娘娘急得心口疼，臣等好生担心呐。太后娘娘用过药了吗？已经服过药了，只是胸口发疼发闷，老毛病，好多年没犯过了。太后娘娘，您一定要放宽心呐，事情总会妥善解决的。皇帝将事情做出来，哀家和你们一样着急。议政会议是什么意见？太后娘娘，议政会议一致认为，皇上必须尽快地收回旨意，废除董小宛的妃位。哀家和你想法一样。皇帝的做法真是太突然，太意外了。太后，皇上心意十分坚决。近日议政会议上，洪承畴称病未来，皇上同臣等提出了侧妃的想法。议政大臣跟皇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，皇上表示不再考虑此事了。谁知这是个烟雾啊！这个过程哀家尚且不知。哀家已经派人传洪承畴进宫，哀家想了解一些情况，再跟皇帝深谈，问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。这样吧，晚上请3位王爷再来慈宁宫，咱们好好谈谈如何化解眼前的局面。太后娘娘，大清的危局又要靠太后娘娘引导掌舵了。全凭太后娘娘做主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起来。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婉好好的，不需要任何名分。朕必须要这么做，必须要这么做。只可惜朕现在还不能册封你为皇后。小婉是真心不要什么名分，皇上为什么非要为小婉的事
搞得宫中大乱呢？因为你是朕最爱的女人，朕不能让你一辈子无名无分的待在南苑。小婉，朕宣布旨意之后，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。皇上还感觉轻松？皇上有时候真像个大孩子，自己现在有多危险，你都不知道。小婉，你这么理解皇公子，那你便错了。你可以不要名分，但朕得要这个名分。如果朕不能击败阻力，给你名分，那朕如何当这个皇帝啊？那朕这个皇帝不就是空有其名的假皇帝吗？皇上跟小婉过来。洪承畴，你是皇帝最信任的人，皇帝下旨侧妃之前，一定同你商议过吧？洪师傅，若太后问起你是否知情，你一定要顶住压力，死不承认，绝不能承认，否则你将获大罪，朕也保不住你。回太后娘娘，皇上并未同老臣商议过此事。老臣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惊恐万分。没和你商议过，那为何你会称病，没参加今天的议政会议？你该是没病吧？若不是皇帝让你称病，你敢不参加议政会议吗？太后娘娘圣明，让臣称病不参加议政会议，的确是皇上的意思。但皇上是让英格尔吩咐老臣这样做的，其中原因臣真的不知，因此没敢贸然禀报太后。洪承畴，若哀家查明你没说实话，你这颗人头一定保不住。若老臣欺瞒太后，臣愿将人头奉上。皇帝决心如此之大，没和你说也在情理之中。皇上，你糊涂啊！如今宫中形势何等严峻，小婉听英格尔说，议政大臣在用两黄旗引威逼皇上。皇上为什么不听小婉的劝呢？这件事情，朕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决定。这其中的道理，朕往后慢慢再跟你解释。小婉不想等往后，小婉现在就跟皇上一起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小婉要皇上收回成命，小婉不要名分，皇上也千万不要因为小婉的事跟太后娘娘和议政大臣起任何的冲突。这件事情会如何发展，朕会有一个全盘的考虑，你就安心看戏好吗？你说你现在要去给皇后娘请安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朕不会让你去的。那好吧，小婉不去。可太后娘娘这会儿肯定急坏了，皇上赶快过去给太后娘娘好好请个安，认个错赔个罪吧。不急，现在皇后娘已经传了洪承畴进宫，等皇后娘跟他谈完了，自然会派人叫朕过去。洪承畴，你最了解皇帝，那你替哀家分析一下，就算皇帝铁了心想册封他所爱的女人，为何不等到亲掌两黄旗之后再下旨？这里面的利害轻重，哀家是重重敲打过他的，他为何如此心急火燎，不听警示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在来的路上也在思索其中的缘由。臣得出的结论是，皇上这是坦诚，不想欺骗太后，不想欺骗议政会议，更凸显皇上的君王气度。皇上不想等到旗印到手，手握重兵，再去册封董鄂氏。德妃，
德妃啊，德妃，你就要迁到钟粹宫居住了，还不赶紧去准备准备？皇上不要这样叫我，听着怪别扭的。你现在本来就是德妃嘛，没关系，多叫几次，你听着就习惯了。小婉，啊，德妃，以后朕这么叫你，你必须要答应，要不然你就是抗旨。小婉同皇上说正经的吧。小婉觉得，小婉还是不能接受这名分的。迁居的事，皇上别提了。小婉，我的德妃，朕的圣旨，你难道要抗旨不遵吗？皇上封妃的事，已经激怒了太后娘娘和议政大臣。皇上如不收回成命，大清皇宫必定大乱。这件事，皇上要听小婉的话。太后娘娘，董小婉立妃之事只是导火线。皇上之所以同议政大臣冲突，与三法有极大的关系。如果三法让王公重臣们可随意圈地，可随意豢养大量家奴，甚至随意的买卖、杀害家奴，那太后娘娘，三法不废，议政会议不废，皇上将无所作为呀。如果是那样，大清将难以进一步的强大昌盛，其中的利弊，请太后三思啊。洪承畴，你终于把你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了。皇帝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，皇帝的想法甚至受你的影响。凭你这些话，你的脑袋就已经很不稳当了。你若不劝阻皇帝放弃这些危险的想法，你这颗人头皇帝都保不住。明白吗？臣明白，但有一点太后是错了。如今的皇上，他的远见卓识，宏伟抱负，早已大大的超越了老臣。皇上是天纵英明，而太后的威望正如日中天。如果太后能助皇上一臂之力，那么皇上必将成为我大清的一代明君，可以将我大清……糊涂！让皇帝能够乾纲独断，成为伟大的君王，那也是哀家的愿望和目标。但皇帝想做的事极其危险。董小宛的事，他已经不听劝告做出来了。若皇帝继续与议政会议对立下去，大清江山势必形成危局。皇帝极有可能被废，哀家也有可能走入绝境。洪承畴，你真想看到这种局面吗？太后圣明，老臣认为，皇上想做的事是正确的，是必须的。老臣决意不计后果，不要性命视为皇上赴汤蹈火。洪承畴，你骨头真硬啊！你真糊涂。你们可以不计后果，但哀家必须计后果。这进退一步，都关系着整个大清江山的命运。
皇后娘，既然洪师傅冒着死罪向您说了儿子所思所想，那儿子就不必再和您解释倾诉了。儿子知道，儿子没有跟皇后娘商议，就擅自封妃，实属无奈。儿子惹得皇后娘犯下了心口疼，儿子甚感歉疚。你还知道歉疚，说明你还有点孝心，也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。儿子并不是只有一点孝心，儿子对皇后娘十分孝敬、尊重。那额娘要你废黜董小宛的德妃位，你能听话吗？要你立即废黜董小宛的妃位，这也是议政会议的强烈意愿。你不是说十分尊重议政会议吗？他们的强烈呼声，你为何置若罔闻？儿子绝对不会废除小婉的妃位，绝不会。儿子这么做，不是不孝顺皇后娘，更不是不尊重议政会议。那是什么？是因为对那个汉人女子的爱，是因为董小宛等不及了，想得到一个名分。皇娘，您误会了。小婉听到封妃的消息，十分着急，她还要跟儿子一起到慈宁宫来给皇娘赔罪，说不要这个妃位，她是真心不要任何名分。那额娘就更不明白了，你不是不顾一切地爱着这个女人吗？为何她发自内心的话，你却完全不听？皇后娘，儿子对小婉是这样说的：这个名分不只是给她的，也是给朕自己的。如果朕不能够给心爱的女人名分，那朕这个大清皇帝岂不是有名无实吗？臣妾叩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给了臣妾贵妃之位，臣妾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。妹妹快起来。谢皇后娘娘。妹妹继为兰贵妃，那是皇上的恩泽，当然了，姐姐也是尽力成全。妹妹有所不知，为了妹妹的事，姐姐还专门同皇上一起去了慈宁宫，一起说服了皇额娘。皇上和皇后娘娘扶持臣妾，臣妾真是万分感激。可是臣妾没有想到，皇额娘居然也会同意让臣妾做兰贵妃。臣妾亲近董小宛，皇额娘她可是严厉地训斥过臣妾。皇额娘现在是如何想的呢？妹妹，姐姐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在这后宫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单纯和善良。皇额娘是不会与你这样的人认真计较的。再说了，既然是要封一位贵妃，那你比那什么淑妃呀、贤妃呀，更加让人放心得多。对，这个皇后娘娘曾经也给臣妾讲解过。臣妾对事不上心，都快忘了娘娘的教诲了。不过，本宫是真的没想到，皇上行事竟如此迅速，董小宛很快有了名分。娘娘曾经和臣妾说过，这董小宛总有一天会进后宫的。娘娘真是颇有远见呢。你怎么老是臣妾的？姐姐不是说过吗？这无人之时，我们还是姐妹相称。妹妹啊，你先坐。多谢姐姐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自从姐姐当了皇后，姐姐是越发的威仪万千了，所以妹妹呀，都不敢再叫姐姐了呢。妹妹，你要记住姐姐的话。从现在开始，这董小宛要跟我们争宠了，所以打今儿起，她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要仔细的留意，要及时向我禀报。
明白吗？妹妹领旨。皇上真是走火入魔了，居然让董小宛公然登堂入室。纳琪，今晚你与简亲王见面时，你务必告诉他，前朝后宫必须要联合起来对付皇上了。纳琪明白，纳琪会将娘娘的话一字不差地转述给简亲王。纳琪，你不必担心帮本宫和简亲王之间传话会有什么问题，你不必紧张。纳琪不是担心这个，纳琪早已是王爷的人了，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纳琪担心的是，董小宛进入后宫，也许后宫和朝廷的斗争将会陡然升级，更加激烈。简亲王才不怕激烈呢，没准儿他还盼着更激烈一些呢。纳琪，本宫告诉你吧，本宫堂兄简亲王从小就抱负远大，敢作敢为，只要你跟着他，将来定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我们的事，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我每次与他见面都十分谨慎。你放心，简亲王可不是一个对女人随便的人，何况你哥哥又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倘若他不是真心喜欢你，他怎么会对你如此的上心呢？王爷对我的确很好，他对我说过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会给我个正式的名分，让我做他的第一侧福晋。瞧，有这句话在，你不就有盼头了吗？简亲王的福晋是个厉害的角儿，倘若他看见你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，一定会醋意大发。所以，简亲王在这件事情上还要从长计议，有所筹划。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朝中斗得紧张激烈，简亲王在议政会议又是一马当先。纳琪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你一定要以大局为重，千万不要给简亲王平添任何的压力。谢娘娘点拨，纳琪定不会给王爷添加任何压力。王爷，待会儿武士们在山庄比武，您可蒙面观看。本王知道了。王爷，看他们身手如何？这是本王见到的最厉害的武士，用他们来对付英格尔的皇家侍卫，可以以一敌一。赵王爷指令，这20个忠勇的武士，有一半是汉人。这10个汉人是属下精心挑选并训练的，一点儿不逊于我满蒙武士。汉人武士对本王成就大业有独特的作用，比如解决洪承畴，便可以让他们出手。王爷，要杀洪承畴？这个本王下来再跟你交代。儿子说了这么多，皇娘还是不支持儿子的主张。废除董小宛的妃位，是我们前朝后宫共同的目标。后宫这边，本宫会联合众妃，让那董小宛没有立足之地。前朝那边，倘若简亲王有什么秘密行动，一定要千万小心，绝对不可以留下任何的后患和线索。秘密行动？王爷会有何秘密行动？简亲王会有什么秘密行动，如今本宫也不知道。本宫只知道，以简亲王的智慧和魄力，他绝不会跟着议政会议几位老臣的固定路子走。简亲王会有他自己的招数的。本宫就是担心他的招数太猛，太险。来呀，大约，王爷，
这个蒙古武士武功很高吗？他在里面算中上等，但自视甚高，总有些轻慢对手，尤其是对汉人武士看不上眼。停！这位武士，在下想跟你比试比试。你是谁啊？这是我一位朋友，喜好武术，因此过来观看。将军，您的这位朋友为何戴着面罩？在下脸上有伤，样子比较难看，怕吓着你们。这位朋友真风趣，怎么比？不怕我在你脸上再添新伤？在下想跟你过生死招，你敢吗？我先生，玩玩即可，何必要？将军勿虑，若是在下身手不济，死而无憾，就当训练了你这位武士。若是你的这位武士死了，就当在下帮你去掉一个不称职的武士。将军，你这位朋友自己找死，要是在下杀了他，将军不要怪罪于我。放心，你们将军肯定不会怪罪于你。来吧，请。皇娘，儿子一直认为您对儿子的爱是无边的。儿子一直认为，等到了关键时刻，您会和儿子站在一边，您会帮助儿子迈过种种险阻。看来儿子是错了。皇娘，儿子一再向您说明，儿子要封小婉为妃，绝不仅因为儿子的儿女私情，而是想通过他证明，儿子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清皇帝，他是试金石。不错，这是试金石，但它不是皇帝是否可以乾纲独断的试金石，而是皇帝对如何保住大清江山有清醒认识的试金石。皇帝答应过额娘，不会给董小婉任何名分，皇帝怎可失言失信？君无戏言，皇帝怎能出尔反尔？是，皇娘训的对，儿子失信失言了，儿子让皇娘失望。儿子是大清皇帝，难道连立妃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如果皇娘和议政会议非要逼朕废小婉的妃位，那儿子便不再是皇帝。爱新觉罗福临将带着董小婉一起出宫，到民间做一对柴米夫妻。皇帝竟然想跟董小婉出宫，不要这个皇位了。皇帝为了一个汉人女子，竟然不要帝位，也不要额娘了。皇娘，儿子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皇娘，儿子只是希望皇娘能够理解儿子对小婉的爱，对小婉的情。姐姐要不弹弹琴吧？自从姐姐进了宫以后，都很少弹琴了。姐姐现在没心情弹琴。姐姐，弹一曲吧，就当给扣扣弹的，好不好？走吧，走啊！哎呀，好吧，走吧。
姐不谈了，姐姐现在没心思弹琴，姐姐的心很乱。皇帝，额娘怎么不能理解体谅你和董小宛的感情？正因为额娘知道你与董小宛是难得的真爱，额娘才一让再让，让董小宛安安稳稳地住在南院，甚至将玄武门前的恭敬铁牌也移走了。你为何非要越过这最后的底线？为何非要将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？你为何呀，福临？为何？儿子已经对皇额娘说过很多次了，皇额娘何必再逼问呢？皇帝的意思是，你这个德妃董鄂氏，是立定了绝不退让。你还打算同他生一群非满非汉的阿哥格格？好，皇帝你还不明白吗？额娘同议政会议，满洲8旗，蒙古49旗，是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的。对，儿子很清楚很明白，儿子要封董小宛为妃，而您跟议政会议拒绝董小宛为妃，永远是一对矛盾，所以儿子只有带她出宫去。福临，你太伤额娘的心了。你这个皇帝就不能受一点委屈？你这个皇帝就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？你知道额娘为了让你登上帝位做了多少事，又做了多少牺牲？你竟然是这样回报额娘的？难道你对额娘就没有一点点情意吗？额娘在你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位置？皇娘，您在儿子心目中是最重要的，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。儿子想在您面前做好，做得让您满意，可儿子现在没有办法让您满意。儿子现在心里也是痛苦之极。不，你最爱的是董小宛，那个女人夺去了你全部感情，因此你才同额娘对立，你伤透额娘的心了。皇娘，在儿子心目中，您真的是最重要的。可儿子对皇额娘和小婉的感情是不同的。福临，额娘究竟为你做了多少事，你并不知道。你起来吧，这件事如何处置，我们再慢慢谈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议政会议已经表明立场，若皇帝不肯废掉董鄂氏，他们绝不交出旗印。皇帝想用什么方法让议政会议交出旗印呢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洪承畴帮不了你。皇额娘，儿子想将希望放在鳌拜身上。鳌拜与另外几位议政大臣不同，他是武将出身，是靠着赫赫战功破格封王的。这与郑亲王他们本来就是旗主重臣不同。